来救你了！杨岩，姐姐，快跑！撤！怎么办？撤！快跑啊！可不好，杨岩，该不会是他一个人追杀不成，又搬来了千军万马的追兵吧？撤！姐姐不用跑了。撤！看来，九王真的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！什么猴子？是我，我早通知九哥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接应咱们的。你受苦了。哎，杨岩，姐姐，你醒了？你九哥的人呢？正审问那刺客呢。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家丁，不辞辛苦地清洗夜壶、打扫茅厕，现在却来行刺太子妃。你既说无人指使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何居心。我无话可说，但求九王赐死。死我也会让你死个明白。你以为我现在才注意到你吗？你到我府上的第3天，我便派人查清楚了你的底细。你是谁派来的，我早就一清二楚。只是我不知道你和你背后的主子到底在谋划什么。既然你早就知道是谁，又何必过了那么久也不杀了我？现在却来审问我。本王还有一事不明白：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一直没有动静，却在江北现了形。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对太子妃下手？今日事成，我定不会亏待各位兄弟。兄弟们都已经到齐了，现在就等候你一声令下了。今日把他们一举拿下，通通拿下，全部拿下。忍了这么久，本王就靠今日翻身了。我看今日过后，谁还敢在我的头上拉屎？你可知道这刺客是谁派来的？这一路上也有想过，只是不敢相信吧？那刺客我已经审完了。施其胜吗？他竟对我下如此狠手。开始我也想不通他为何会对你下如此狠手，但是在审问了刺客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太子妃深更半夜被我的家丁带走，遇刺，罪责就全部都怪到了我的身上。齐胜真的是好计谋啊！他为了除掉你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太子妃吗？对于一个即将要登上皇位的人，一切不过是浮云流水般，不足为提。九王，我知道，你也是想得到皇位的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样做吗？鹏鹏，我定是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绝义的事。我与齐胜的不同也恰恰如此，我的心是向着你的。
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。那你此时觉得平安康泰、衣食无忧的诺言，足以让你相信了吗？此时此刻我受了如此大的刺激，还不能急着答复你。好，我不会急于要你的答案。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齐胜会对我下如此狠手，还这么着急？九哥，不好了，齐胜人马朝咱们这儿来了。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，快去帐外迎接。嗯。大胆九王，居然差遣下人行刺太子妃！太子殿下，娘娘深夜流落在外，臣弟怕娘娘轻欲受损，便容留娘娘在臣弟帐中休息。我的遇刺与九王毫无关系，反而是九王的人救了我。那行刺之人已经拿去审问了，原来幕后指使另有其人。可知是何人所为？还不就是刺客是我一个人审的，还没有说出幕后指使是谁，便挥刀自宫而亡了。自宫？他自宫前都说了什么？并未说出有用的消息。快去保护娘娘！娘爷，快跑！娘娘，快跑！快跑！保护娘娘！太子殿下危险！几个刺客又能奈我何？让开！卑职奉了皇上的旨意，要保护太子殿下的安全，恕卑职不能从命。保护好太子殿下！这是哪门哪派的武功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挺厉害的。
管他哪门哪派，上！你快走！太子殿下，我等已将刺客击溃，卑职这就去四处看一下，是否有同伙。你们这群废物！怎么办？顺水游到下游去。九王，张鹏鹏是不会水的。太子殿下，我等刚刚又制服2个刺客，还请殿下速速随我们回去。这个地方不安全，刺客随时有可能第2次偷袭。张鹏鹏，张鹏鹏！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的？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不喝老酒，谁更讨你们的欢心？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抱紧你的体温，我心跳都活泼。待等我，你水树把这条河狗收编了。是。如果你梦里面，别跟着我，你们去那边搜，我往那边搜。是。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张鹏鹏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你不准死，我不准你死。让你的眼波再次泛起漩涡，让我太无可奈何，让我缄默。这里总算是安全了。哎，醒醒！哎，醒醒！哎，不会是让老子做人工呼吸吧？不行，我得看看他是不是装的。傻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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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美女穿比基尼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！哎，他那是真晕了。看在你救过老子的份上，老子的基友处啊，献给你了。
伸什么舌头啊？迷迷糊糊之中，好像感觉嘴里有什么异物。我看咱们俩这个样子，怕是不能继续走了，得找个隐蔽点的地方。我们找个山林吧，先缓一缓，恢复元气了再想办法。嗯。好。走。慢点啊。刚才是谁说水性好的？刚才在水里，手臂突然使不上力气了。谢谢你。我不忍心看你受伤。一瞬间，风吹过胸口，才发现你不在我怀中。以前你总会紧紧抱住我，笑着说，暖得像是喝了酒。10000年只是句形容，我懂。疼吗？只有听过的人才心动。以后你会握着谁的手不放松？回忆的钟摇摆着我的伤痛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裂出一道缺口，让思念自由凝视你的举动。再也没有人像我把温柔写在了眼中，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缝合一道伤口，2秒针停留在爱着的时候。再不去计算太多，虚构出我们的时空，一切留在美好的那刻不走，爱是我的被动。萌萌，萌萌，萌萌。你快醒醒啊！你不是号称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吗？你如果就这么死了，后宫的那些宫女们也都别活了。萌萌，危险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萌萌，齐胜不仅设计害我，遇刺时他也冷眼旁观。九王却舍我救我，由此看来，九王才更值得信任。要是能逃过这一劫，九王的提议倒是可以考虑。关键是他要先醒过来呀！兄弟，你快醒醒啊！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救我，但是今天你为兄弟我两肋插刀，这让我很感动。你要是能挺过这一次，今后我没准就和你穿一条裤子了。坏了，该换布条了。
你醒了？你傻笑什么呢？不会是烧傻了吧？哎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真不记得了？我是你哥，啊，以后在外面见到我，管我叫大哥，记住了吗？鹏鹏，我确实不认识你了，你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意外。原来没傻呀。啊，不过你做的这一切，也确实在我意料之外。来，慢点。依我所见，你已经成了齐胜欲罢不能的人，得不到便要毁掉。想必来江北之前，我一直对你过于关切，忽略了齐胜安插的眼线，而他早已对我们之间的往来了如指掌，定是他被惹怒了，才对你我起了杀心。这么说来，是本王忽略了自己的言行，害了你。这也怪不得你。在我看来，你我也只是泛泛的君子之交，是齐胜他想多了。若是能逃过此劫，回去后定要谨言慎行。没错，这次你我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说句推心置腹的话，争皇位的事儿，路途艰辛，任重道远。齐胜这个人性情冷漠，心机叵测，不是一般人斗得过的。你有没有想，以后不要再争了？你我不争便能平安了吗？是他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今天的。争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；不争，就只能等死。你和我这一点倒是挺像的。我也常有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，一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就一天觉得不稳定。这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去，还说不定呢。你大可不必如此忧虑。齐胜向来行事周全，顾全大局。他这次的计谋被我们化解了，便不会硬安一个罪名来杀我们。他要再想杀我们，也要从头谋划了。看来你倒是很了解他。不过既然你我都知道了，我们还能活很长一段时间，现在就更不能饿着了。我去找点饭来，顺便打点水，啊。去河里抓条鱼，回来做个烤全鱼。哇，好大一条鱼啊！来，来，醒醒！来，起来！你衣服呢？哼，靠！都要杀了我了，还管我穿没穿衣服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为了躲避刺客，才落入水中的。那这么说，是刺客赢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那当然了，就好像看电视剧不让我知道大结局，看足球比赛不告诉我几比几一样。是我们赢了。那你还弄得如此狼狈，你的那些侍卫们看着你就像看天线宝宝一样。若没想到下游水流湍急，又撞上了礁石，胳膊动弹不得，便飘到了这里。知道疼啊？你撞一个试试。该不会是脱臼了吧？我去给你找个树枝捆一捆啊。等着。哎，你站住！
碰碰啊！我怕你遇到野兽，就跟过来了。哎，你猜我遇到谁了？齐胜，他现在就在河边，你赶紧藏起来。这个时候你们俩还是不见面为好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个小树林里不会真的有野兽吧？啊？是狗熊还是狮子？如果是狗熊，咱们就在这装死；如果是狮子，你喊1、2、3，咱们就跑。不用跑了。啊？九王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穿上。你们两个可千万不要在这里撕逼大战啊！九弟可还好？并无大碍。不知三哥是否受伤了？啊，他胳膊受伤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吧，好让我帮你固定一下手臂。也好。哎，我们不能坐这儿等死吧？会有援兵来此处营救，不过是援兵先到，还是刺客先到，就无从而知了。这次刺客来得蹊跷，难道富平的驻军也混入了外人？军中守卫严密，若非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是不可能抓准了时机趁虚而入的。此次遭遇埋伏，很可能是身边人所为。没想到他竟有胆量做出此事。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平日里真是小瞧了他。是谁？该不会是赵王吧？不可能，他那个怂蛋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他确实有作案动机。赵王的绿帽子戴了那么多年，也太不容易了，能干出这件事情，可见真的是被逼急了。绿帽子还不明白什么意思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绿帽子是指自己的媳妇儿跟别人鬼混。张鹏鹏，嗯，你过来。干嘛？喂，你想做戏给别人看，你可以借位嘛，干嘛来真的？你若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要了他的命。齐胜啊，齐胜，我和九王在河里已经抱过了，人工呼吸也做过了，昨天晚上还孤男寡女的在小树林里睡了一夜。我看不只是绿帽子的问题，你这脑袋都冒绿光了。你看看我，既没贼心，也没贼胆，你尽管放宽了心。给我搜！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，是。快！不知这次来的是敌是友？快！何不赌一把？若真是赵王派来的人，便看看你我，谁更能得上天水岭。看来的人是会失手杀了你，还是会失手杀了我？那就赌一赌。
论谁死了，只要赵王当了皇帝，拿下就得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我在你们这儿，反正也没什么亲人，而且我有一颗扬名立万的心。这个英雄，让我来，也不枉我虚度了此生。婆婆，婆婆，你们这帮赵王的狗腿子们，居然还搞起刺杀来了！你们回去告诉他，他没有那个 IQ。啊，鹏鹏，赵鹏鹏！别乱碰！我怎么受伤呢？你从山坡上摔下来的时候，割到了脑袋，一定很疼吧？哼，风雨中这点痛不算什么。哎，你跟我说，刚才我站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摔呆了？幸好来的是自己人，若真是刺客，恐怕你也没机会在这跟我争强好胜。哦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可是九王现在在哪儿？如果我这个时候问他，这个醋坛子不就马上又打翻了？我晕了之后，你们都获救了？嗯，其他人都已经赶回圣都了。哦，真没想到，这次江北之行，竟遇到了如此多的事端。哎呀，啊，可不是嘛！短短数日，我已经 N 次险些没命了。你果真知道，那天杀你的人是谁派的？我知道是。他这摆明是在试探我。我如果知道是他，他还不把我杀人灭口啊？我知道是谁才怪呢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现在没事就好。殿下，急报！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没我的吩咐，先不要出去。孙儿启上，你父皇于昨晚走了。由于事发突然，你要速回商议你父皇身后事。你是太子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。现在朝中有许多大事需要你回来处理决定。事不宜迟，吩咐下去，立即派遣军力，与我一同北上。是。事发突然，圣都那边形势严峻，十分危险。在我没有十足的胜算之前，不能让太子妃和我一起冒这个险。这里背靠江北大营，江北的水军都是我的亲信，是极为安全之地。你再去找几个信得过的侍卫和下人，留在这里伺候娘娘。是，殿下。护送太子殿下回圣都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到底什么情况，让齐胜这么着急回圣都？娘娘恕罪。行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哦，我都已经在这憋一天了。卑职就是要带你出去透透风的。啊？哎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太子有吩咐，让您在营帐内好生休养身体。外面风很大，还是不要随意走动为好。哼，哪儿他妈有风啊？太子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叫回来，我有事找他。太子有事先回圣都了，所以主
嘱咐卑职们在这儿照顾您。他一个人回去了。是娘娘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回去？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这个卑职就不清楚了。我有东西落在九王那儿了，你去找他给我拿过来。啊？去啊！娘娘，九王已经不在营帐内了。什么？他也不在了？是的，娘娘。那这儿他妈还有谁啊？这儿还有几个侍卫和丫鬟供您摘。这他妈是让我自生自灭的节奏啊！娘娘，哎。万万没想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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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葡萄变成了葡萄干儿啊！娘娘，娘，玉离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娘娘，是我呀，我是绿篱呀。娘娘，您在闻什么呀？啊，我的宝贝儿啊，我已经好多天没有闻到人味儿了，我似乎看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样子。要不是我，你还见不到娘娘呢。没有你，我自会对上面请求批准，然后我自己雇一辆马车。没了你，我这一路上还能清静点儿。我不是做个顺水人情才带你过来的吗？我承认我是想来，但是你不是也一直求着我跟你一块儿来吗？是，小姑奶奶，是我求着你的。什么情况？你对他动了春心？娘娘，几天前皇上在奉天殿登基，紧接着就命奴才来接娘娘回圣都了。皇上还特意叮嘱，让奴才一路上小心伺候娘娘。奴才怕有闪失，就把绿篱给带过来了。新皇登基？是呀，娘娘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先皇一夜之间就暴毙身亡了。奴婢足足哭了1个晚上呢。你说这人怎么就这么脆弱呀？这先皇怎么能说驾崩就驾崩了呢？先皇驾崩了，可不是嘛。九王接旨。敢问公公，是接的谁的旨啊？当然是皇上的旨了。九王殿下，跪下领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王齐汉于江北救太子妃有功，赏白银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官职加升1品，革去原有一切职务，改司内务主管一职。即日起，九王府监禁解除，钦此。九王殿下。那奴才就告退了。谢圣上恩典。
奴才是来宣旨的，不能陪您喝酒。你不喝，我就不听。哎，喝不喝？这不是为难奴才吗？喝你，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你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喝不喝？你喝不喝你？喝不喝？哎，你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喝不喝你？我来陪你喝。皇上，赵王太调戏我。调戏你？找找你什么样？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的笑话？要杀要罚随你便。我是来看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的，成何体统？我知道我自己实力就不多了，所以我趁着现在我自我潇洒，管不着我。谁告诉你你会死？庸人自扰。还是先听旨吧。我不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赵王因误信贼人之言，致使众多皇室贵胄被困江北，当判死罪。当今圣上念其手足之情，免其死罪，免其一切官职，留其王位与宅院。留其王位与宅院。我钦此。我亲你个头啊！你以为你不杀我就会感激你？我呸！你这是诛心，你杀了我更狠！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朕的用心。我不明白，我永远不会明白，我不明。起上。我来了。朕知道了。哈哈，你倒挺会享受的啊！我劝你啊，还是先让这2位美女下去吧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恐怕让外人听见，会有损您的龙颜。不要紧，你说的话，这里除了朕，没有第3个人能听见。那我可说了啊，你把我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关在那个破帐篷里待了那么久，你自己却在这逍遥自在啊！朕在江北时，肩和胳膊都受了伤，这是太医吩咐的，请按摩师为之按摩康健。哪个男人去洗头房不是说自己去洗头的？去按摩院不是说自己去按摩的？啊？那你认为该是如何？要真如你所说是纯洁的关系，那也让这2位按摩师给我服务服务。你还摸人家小手，你该不会是想当着我的面那个吧？这2位师傅的按摩手艺非常高，只可惜他们看不见、听不见，也不会说话。这可惜了这如花的面容了。媳妇儿，媳妇儿。哇塞！娘娘，见着皇上了吗？见是见着了，别提了。宝贝儿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不明物体。你胆儿大不大？大。
娘娘您说，哪有蟑螂？我帮您踩死。不是蟑螂，那是老鼠。娘娘，您说在哪儿呢？我闭着眼睛帮您踩死。报江北之仇的时候到了，我在里面受了那么多苦，赵王他脱不了干系，这个仇我必须要报。娘娘，你说怎么办？绿蝶，给我找根棍子来。娘娘，我胆小。你不是特别讨厌僵尸吗？现在我们就把他当成僵尸，反正他们俩是夫妻，差不了多少。娘娘，用不着棍子，我一个人抵10个棍子。上！哎呦我去，偷袭你这么大声！哎呦，绿莲！哎呦，哎呀，你打我干嘛，绿莲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找我媳妇儿，你打我干嘛？我招谁惹谁了？我管你惹谁呢？说打你就打你！手下留人！娘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看你不顺眼，揍你一顿出出气。听说你在找媳妇儿，怎么回事？我自从江北回来以后，每天都醉得不省人事。突然有一天醒来，我媳妇儿就没了。他们都说，映月已经暴毙而亡，这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她肯定是跟三弟一块儿走了。你继续说。继续说。我心里就一直不明白，我除了不是太子之外，我哪里不如三弟了？我如果身份可以跟他换一下的话，他还会如此吗？所以我就在想，在江北把你们一举拿下，除掉我所有的竞争对手，更为了我这么多年受的窝囊气报仇。果然如此。你也不容易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原来你不是怂啊，你是憋着一股劲儿。娘娘，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你说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她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，但你是怎么想的，我是彻底明白了。是个男人遇到你这种事儿，10有8九都会闹出人命。你这么做，我理解。娘娘，你人真好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我这可一直等着呢，这人还打不打呀？我把正事给忘了，这人是一定要打的。交情归交情，打仗归打仗。绿莲，给我狠狠的揍，一定要把江北之仇给我报回来。上！这人是打爽了，可是我这心里啊，还是不踏实。娘娘，你还有什么事计划在心上啊？齐胜没有依仗张家的一兵一卒就当上了皇帝，他现在更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了。我能不能封后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娘娘，您先别担心呐，皇上才刚刚登基，有很多地方还用得着咱们张家。您呢，只需要耐心等待封后便可。齐胜是怎么想的，我心里确实没底。更何况我和他的关系一向不和，这也是人尽皆知的。照您这么说，奴婢也觉得不对劲了。都这么多天了，怎么还是不见皇上的踪影呢？哎呀，怎么又来这套？给皇上请安，给太子妃娘娘请安。没长脑子吗？
这是皇后。皇后娘娘恕罪，奴婢有眼无珠。没事，这不是还没举行封后大典呢吗？心意到了就好啊。哎呦，这小可怜啊，快起来啊！来，你倒懂得怜香惜玉。哥这叫有绅士风度。你该不会真的封我为后吧？不封你还能封谁？他就在里面，他吃了很多苦，是朕有赋予他。你说的他，难道是僵尸？他没死。唉，可怜的赵王啊，你是没有看到他那样子，惨呐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见过他？没有，我也是听人说的。赵王，是朕愧对于他在先。可江北一事，他也的确是过了界。这次朕没有重罚他，也是想给他留条后路。要我说啊，重不重罚不重要。现在呢，你是大仇已报，解了心头之恨就行了。正是因为赵王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实在是不能再照顾应月。他要一直体弱多病，朕怕他在赵王府再待下去，不被赵王逼疯，也会心力憔悴而死。所以才会。所以你才想了个辙，把他接进了宫。你已经猜到了。你这不正在征求我意见，想要金屋藏娇吗？我理解。你想做什么呢？放心大胆的去做，我支持你。其实，我只是想让你容得下他，给他一条活路。容，绝对容得下。你小子那么快就封我为后，原来是给自己留着备胎呢。哼！哎呦，这儿蚊子还不少呢。要不咱们进去吧，别让人家姑娘等久了。我对这柔弱的声音一向没有抵抗力，这不是逼着我犯错吗？哎呦，哎，妹妹病得这么严重，就别起来了。终于可以占她的便宜了。哎呀，妹妹，瞧瞧这小脸，鹅蛋脸都瘦成锥子脸了，这身材太骨感了啊！还有这大长腿，又白又直，别说是皇上，就连我都爱不释手啊！哎呀，妹妹，你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你知道哥的心里有多疼吗？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在心疼妹妹。你还是出去等着吧。拜拜。哎呀，让你不长记性，让你不长记性。绿茶婊有什么好的？绿茶婊有什么好的？有什么好的？姐姐刚才的态度真是反常，演得好一出姐妹情深啊！难道世间就不存在真正的姐妹情了吗？皇上误会了，妾身是觉得这段时间姐姐和从前大不相同了。刚才姐姐对臣妾太过热情，妾身一时之间还无法适应。她的确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自从陛下从江北回来，就没来看过妾身。现在妾身病了，陛
陛下才带着姐姐前来，陛下是不是觉得姐姐比我有趣，比我新鲜？真没有那样想。新鲜不过是一时的，陛下与音乐可是有一生一世之约的。什么？一生一世之约？妾身想知道，陛下把臣妾接进宫，只是为了想让妾身养病？赵王那副样子，你在赵王府再待下去，恐怕只会加重你的病情。朕若不把你接进宫中，只怕你会性命难保。妾身知道，陛下是在疼妾身。朕此次来，是因为有些话不得不跟你说。朕把你接进宫中，只是想保住你的性命，并无他意。总之，是朕对不住你。这些日子，朕对你、对鹏鹏的感情，都在发生着变化。朕发现，你既然身体不适，那便改日再说。你马上就是要做皇后的人，要随时随地端庄优雅，不要像个山野村夫一样粗鲁。你们俩在里边，一个坐着，一个躺着，我们哪有地儿藏，有地儿躲？你既然累了，为何不进去？我哪敢进去啊？你们两个人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。再说了，我怕自己把持不住。回去吧。走啊！啊，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！麻了，麻了！对，哎，麻了！我不会是在梦游吧？难道我是到了路边洗头店，到了三温暖？娘娘起下。娘娘该起床啦，这封后大典可是一辈子就一次的事儿，这可不能怠慢了呀。原来是册封大典啊！娘娘，您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挑剔了？以前奴婢挑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不是您可心的。难怪以前张鹏鹏不受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设计师啊，品味太 low。绿梨，不是我眼光高，是因为你啊，是彻彻底底的女人审美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男人喜欢什么。你看啊。这只就比你刚刚挑的那只好看，简单而不失大方，优雅而不失身份，重要的是，还带着一点点的骚气。骚气？宝贝儿啊！你给我设计的这款发型简直是又长了一个头啊！你这是让我变异的节奏啊！娘娘，什么是变异的节奏啊？外面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
我怎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少女思春的味道？啊，九王，给娘娘请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支最配你，优雅大方，极具韵味。九王殿下，方才我们娘娘选的也是这一支。因为这是我们男人的品味。九王，你还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！你的那些粉丝们又被你迷倒了吧？娘娘就不要拿我取笑了。此次我来是因为皇上命我负责封后大典之事，我便来看一看。刚才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娘娘可还满意？满意？你的眼光我最满意了。这些山寨货简直是太 low 了。人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美的饰品哦。不过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管起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？这是皇上的旨意，让我掌管宫中内务，所以我才来负责封后大典了。九王，你千万别灰心啊！娘娘，你这是……我这是要告诉你，很多事情呢都要从基层做起，打好群众基础，你也一定能成大器。三哥这是要给我难堪呐！自上次江北一事之后，看似对我没有责罚，反而给我升了官职。可是这种差事，不做也罢。哼，你这算什么呀？齐胜把小蜜都养到宫里来了，这不明摆着骑在我脖子上吗？我还必须任劳任怨，做牛做马。我皇后的位置做不了多久，也会被别人换掉。九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的那些粉丝们可能在外面听墙根哦。好。哎，走后门。如果这个是齐胜，这个是你，这个就是我。我们在江北大营的时候，你我都知道，齐胜早就有杀了你我二人的意图。不光是你，就连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。所以这个三角形显然是不成立的。不过今天我还要跟你说一个三角关系，这也是现在我想对你说的。刚才那个只是给你举个例子，这条是你，这条是我们张家，而这一条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。你和杨家已经组成了两角，无非就是差我这一角，便可组成黄金三角。鹏鹏的意思是，黄金三角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固、最牢靠的三角，一旦固定，很难拆除。所以九王，你好好想想，要不要我这一角？